勞動者提交辭職申請書之後，能唔能夠反悔呢？喺職場中，勞動者提交辭職申請書後，能唔能夠反悔，一直係備受關注嘅法律問題。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單案件為我哋提供咗清晰嘅指引，讓我哋深入了解一下呢個問題嘅法律邊界。呢個案件係咁樣，張生喺2019年6月26號向唯品會簡約公司提交咗離職申請表，明確表示將於7月25號離職。但係咧，僅過咗幾日，張生喺7月2號就反悔啦，試圖撤回或者撤銷離職申請。公司拒絕咗張生嘅反悔請求，雙方就因此發生糾紛啦。張生隨後就提起勞動仲裁同埋訴訟，要求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嘅賠償金、工資、加班費、差旅費等費用。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喺審理呢個案件時，明確指出張生提交嘅離職申請表符合勞動合同法37條嘅規定，屬於勞動者提前30日或者3日單方預告解除勞動合同嘅方式。呢種解除嘅方式無需用人單位作出是否同意嘅意思表示，屬於形成權。一旦解除嘅意思表示到達對方，就發生法律效力。法院又進一步指出，張生喺2019年7月2號發出嘅撤回或者取消離職申請嘅意思表示時，已經超過咗法律規定嘅撤回時間，因此張生嘅反悔行為唔發生法律效力，亦都不得對單方意思表示進行撤銷。二審法院認定本案不構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，並無不當。呢個判決具有重要嘅典型意義，佢明確告知勞動者提交辭職申請書後唔能夠隨意反悔。勞動者喺作出辭職決定嘅時候，應當謹慎考慮，確保自己嘅決定係基於真實嘅意願。一旦提交辭職申請書，就應當遵守法律規定同埋職業道德，避免隨意反悔。同時，呢個判決亦都為用人單位提供咗明確嘅指引。用人單位喺收到勞動者辭職書或者申請書之後，可以合理安排工作交接，避免因為勞動者反悔而造成不必要嘅損失。如果勞動者提出反悔，用人單位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同意，並保留相關嘅證據，以應對可能嘅法律糾紛。